Hello，哎，平安。对，建议啊，因今日讲有代志，哦，嗯，就务师有要起来啦，伊还未。你这个 PowerPoint 是安怎来变做地方边还佫有两张啊？吼，可能你爱设定，边是无啦，拢无，拢干那迄个。咱两个看无共款呢。嗯，第一摆安尼啊，我毋知影。嗯，哦，这一个迄个黄兄弟吼，嗯，这个伊即摆无 on，伊即摆无 video。有起来啊，是，这两兄弟吼，这个黄俊成，黄俊成，我要哪个团队呢？已经团队，团队啦吼，伊哦，平安平安。平安，我甲伊叫伊来参加参观参加咱的迄个哦，查经啊，今仔拄啊足济人袂当来参加，嗯，欢迎欢迎。这位是李牧师啦吼，李建牧师，李牧师，哎，平安平安。平安，伊这个兄弟是迄个团队是台南人。哦，台南啊，人哦，OK。因住住入新南伊的对面啦，台南新哦南，哦，嘿嘿，铁骑路的边仔遐，OK。我还民厝边啦，即马新楼病院遐对，对面，对面，对，，OK。我东门路过啊咧吼，嗯，就我需要袂起来，
伊拄则咧甲我联络尔，讲我甲订了了，我会过去修理我外口的水道头，水道头斗一条新护士吼，我转的，就要转那个转袂 off 啦。哦我那较紧去买一条头梨啊，看用我点来变看卖。 ，OK，你敢有法度转水表？你敢有迄工具？有啦，我一支迄落伫外口的店吼，我两条水线，我伫外口入来搭路边啊，伫甲用花，所以伊个内底拢无嘛。就无输起来啊。就无输平安。无输平安。嘿嘿。影讲起来，要无影吼。要袂个，就无说平安哦。这无输。真久无看呀。我无看到你是啥物？video。我有看到你呢。你有看到我？有啊。我无看到你呢。我找过一摆。哦，找你过一摆啊 ？OK。我都有看到你咧。对啊，无顺利平安。还无顺利。平安，真正无看到恁呢。哟。看嘛，无咱搁出来。你先拉到去入来。我请迄个团队吼，伊即来参加咱的礼拜。OK， 好。伊要来参加吼。好。来看咱的教会啊，互咱小捌一下安尼啦。OK。咱即礼拜有圣餐爱家准备呢。你有迄落有报过，我无看。我即礼拜有报过。我即礼拜无来，所以我毋知啦。家己准备哦。因出嚟煞袂当入来，奇怪。现在啊，internet 有方便吼，嘛是有当时啊，咱若准无解熟的时阵，真麻烦。对。这Cisco个袂歹哦。Cisco 算稳定，安尼吼。我真济拢用迄个做 Zoom 啦吼。真济拢迄个，真济教会甲迄个爱阮嘛是用 Zoom 安尼。Zoom 基本上伊即个 technical 的 part 是甲 Webex copy 出来啦。安尼吼。伊头家真正伫 Webex 上班啦。所以两个做类似啦。对。Zoom 用甲迄个新航医用另外一种，新航医用迄个叫做 BlueJeans。OK。迄相当好，迄种款的相当好。毋过迄敢若爱甲买较贵。这嘛是拢爱买。安尼吼。你若准无买，就是限制分。对，40分安尼。对。Zoom 限40分。对。这嘛是Webex 嘛是45分还是啥物回款咯？还是90分呢？50的款嘿。50吼。
即种诶platform 吼，较歹就是讲伊诶现场收音较歹啦。你若会当用迄个 Facebook、YouTube， 也是讲搁另外一个会当做现场做迄个影像编辑吼，甲 project 出嚟，迄叫做 OBS， 伊诶收音就足好诶啊。安尼吼，是。对啦，迄个 Facebook 迄个大公司应该这方面的迄个因的配备应该真好。伊基本上伊毋是 meeting software 啦，伊是算是要互人做 video 啊 picture 诶分享，所以这方面伊较强啦。是。Webex 甲 Zoom 伊基本上是一个 meeting software， 所以伊这 platform 也提供的是。提供的是迄种你会当好讲话，会当做 PowerPoint 分享等等遮个物件，声音就较歹。安尼吼。节目书你有看过无？我即摆有看到你甲迄个主页啊。啊。咱真久无看啊呢。真久无见啊。那就以前就小捌啦吼。伊较早捌来问过，咱先来祈祷啦吼，咱早警煞，咱则来互相安尼开讲吼。好，来，天父，阮搁一摆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自集伫你的面前，透过网络，阮做伙要来参考你的话语，透过雅各所要甲阮讲的话，阮也感谢你，想事台湾伫欠水的情形内面，连续2礼拜有着大雨。但是阮也有看到淹水的所在，伫即个疫情还佫真严重的时，阮也看见日本用即种的艇，将124万支的即个车来捐予伫台湾，阮也恳求你继续来施恩赐福。阮加州预定26号要全面来开放，求主你也保守阮。虽然你要开放，但是阮确诊的人数要求嘛是几啊百人一天，求主你来继续来看顾阮，也互阮会通做好阮家己的本分来保守阮家己。阮也感谢你今仔日互阮这个时间组织，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个弟弟，互阮明白你的启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雅各书5章吼，咱最后2摆啦吼。今仔日看第4章吼。第4章内底咱伫概论的顶悬已经有讲到吼，雅各书甲即个彼得吼咧写的吼，彼得后书、彼得前书有几章足类似啦吼，足类似咧讲的物件有诶，我今仔日会佫提着吼，讲到即个。骄傲甲谦卑的代志，也是用2个拢同款引用着即个经验吼。咱念伊后壁的，则过来看，则过来讲吼。好，今仔日大概伊分做4个部分吼，咱分做4个部分要来讲吼。伫咱的大纲内底，我无来读经文啦吼，咱经文咱就家己来看吼。咱知影。雅各咧处理的教会，伊的问题就是因彼此中间的无和谐。即个无和谐的基础是迄种好野人，也是讲教会的管理人员对好野人甲对善邪人的态度看法无共款，吼。当然，即个内底有产生侪的冲突。伫第3章中间咧讲到迄个子，吼。迄个无法度管理，讲只是身躯内底上细的一个机体之一，但是咱无法度控制。伊佫用迄个船吼来做譬如安尼吼。所以你会当看伊讲，伫迄个教会内底，基本上迄种用语言彼此的伤害不哩严重啦吼。所以雅各伫即方面讲真济吼。雅各是一个足实践主义的人啦吼。即个看起来个性甲保罗的因信称义有小可冲突。信义会
马丁路德的改教的即个时阵，伊对雅各书有足强烈的批评吼，足强烈批判吼。当然，其实咱主要看雅各，其实伊较强调是讲，伊无否定因信称义，但是你因为相信无有行为，对雅各来讲，这是一个无有实践力的一个信仰吼。所以伊伫遮一直咧强调，一直咧要解决教会内部的冲突啦吼。到底雅各所面对的即个教会因的冲突有偌严重啦吼？其实伫希腊文吼，雅各用即个字是足定吼，足严格吼。伊即个字吼，会当讲亲像咧以巴战争即个字共款啦吼。讲教会内底冲突，敢若咧烧战的安尼啦吼。安尼就足严重的啊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雅各咧感觉讲，伫教会内底即种的情形实在是袂互娱乐，是袂欣赏啦吼。所以伊用即个字战争来讲着教会内底冲突，吼，咧凸显着伊所面对即个教会有真严重的无和谐。当然伫第3章拄则我阁有小可讲着，上歹管理的就是子啦吼。安怎讲子就是讲吼。你甲我夹来夹去吼，比如讲，咱咧讲，日本毋是讲前几工讲要送台湾即个vaccine 嘛吼，中国就马上开记者会讲啥，绝对不会得逞，就是用喙啦，吼，就是讲要逞一口气安尼吼，会着变做安尼吼，逐个人就是你来我去，每一个人拢一句话，愈讲愈歹听，愈讲愈恶毒吼，这是。雅各咧面对迄个教会的问题吼，你教会信徒的中间，同工的中间，你无去正面去处理问题，用上帝信仰去处理的时阵，即个会成做足大的冲突啦吼。这真可惜，到现代教会嘛，常常有即种的代志吼。第1节甲第2节开始咧讲的时阵，伊就是咧讲着遮的吼，所以伊第1节后壁伊就咧讲啊，讲。恁的肢体好斗的私欲，吼，好斗的私欲，伊讲啊足清楚、足直接啊吼。恁啥物事拢无爱，也无爱上帝，也无爱实践信仰，你干那伫遐要安那相拍鸡仔，是你敢干那伫遐要相逐安尼尔吼。伫即个所在咧讲到迄个私欲，私欲原来意思为一种享乐，也是讲享受。即个享受是较负面的意思，是讲。享受了过头啦，吼，变做一种的欲望，吼，你咧享受迄种欲望，吼，也是讲，对雅各的角度来讲，遮下内底的基督徒基本上是已经放纵啊，放纵啊呐，放纵家己的志，无要去管理，所以安尼逐个安尼揢来揢去，骂来骂去，吼，伊大概是咧讲即个部分。第2节伊佫讲吼，伊讲恁放纵贪欲啦，吼。本讲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哈，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哈。甲像讲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是爱用安尼相搭的安尼吼，搭赢就当得到吼。伊基本上是感觉讲，即个是毋对的一个行为吼。伫中文现在有本伊讲也翻译讲吼，结果吼你们是一无所得啦。吼到落尾伊佫会讲着讲，遮个人吼，敢若相当尔啦，是你甲毋处相当，但是吼，因无要创啥，因无要求啦，吼，因无要求，吼，而且伊即马佫接续咧讲第2节、第3节咧讲，恁无要求，就算恁求吼，嘛得袂着，这是第3节所讲的吼。咱来，我用几个角度来看啦吼。第1个是求，第2个是。无要求，第3个是求也得袂着吼。咱来看，大概圣经安怎讲啊吼。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第9节，耶稣甲伊讲，甲学生讲，恁吼求，就要甲互恁找着吼。恁找着会找着，拍门就甲恁开门，对无？伊讲，既然求的，就要互恁得着吼。第9节、第10节佫有讲着讲迄个蛇啦、饼啦吼，遮个物件，所以耶稣是咧讲着讲，基本上恁若祈求，就一定找会着啦，会当得着。但是这个求基本上是有一寡态度顶悬的
要求哦，所以当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死正的，人甲人的关系佫是死正，咱的求就要得到。当即个两个关系，咱讲基督徒的信仰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即两个方向的关系拢无死正的时阵，就算求嘛得袂到吼。即后咱再过来讲啊所以雅各伫遮指出教会信徒足大的问题，就是因伫信仰顶悬无要进步无要进步，佮伫纷争的顶悬呐，伫遐来展看讲啥物人较敖啥物人较歹安尼啊嘿，所以不但是因为因无求，所以得袂到，佮因为因的迄个关系无死正，所以就算伊求嘛求袂到，这是咱第三点所要讲的。因的求就变做啥物货？咱会用中文叫做妄求啦，就是讲，你孝想的意思啦，咱用台湾话讲啊，你孝想啊，因为你都无迄个好的信仰的基础，你咧求正的就变做孝想啦，就是讲妄求所以当初是基督徒的问题，毋是因无要注重迄种信仰因若无就注重彼此的纷争，也是变即个教会内斗，也是讲分党结派，无就是讲因无要求，佫较重要的是安那，因求迄个无应该求的啦，比如讲，咱来思考啥物人？耶稣基督的两个学生有无？伊叫妈妈去找耶稣啊，讲安那，你若准迄个得国的时阵对无？我两个囝一人坐一边。这叫做孝想啦，这是孝想。所以耶稣安怎甲学生讲？伊讲恁毋知恁所求的是啥物货，我要啉的杯，恁敢会当啉啦？伊毋知影讲真正上帝的呼召是要爱咱行啥物款的路？伊咧想讲伫遮斗赢，我就有位通好坐啊安尼这是共款，佫发生伫雅各咧面对的即个教会内底的人拢共款遮个问题遮个问题。所以雅各指出，基督徒伫这一切纷争，拢是伫迄个信仰内底迄种诶欲望啦就意思讲，伊诶信仰是歪出来啦基督徒诶心内知影所求诶，毋是上帝所欢喜诶，就无应该去求嘛。但是真可惜就是讲，无安尼认知诶时阵，因知影上帝无欢喜，伊嘛是会求但是安尼求，上帝无要互因啦上帝无要互因。第四站伊即个所在有写一个淫乱诶人我伫大纲内底我无写即个，我这尾仔去补一下，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啦淫乱诶人伫即个中间圣经所咧指诶原文诶意思是迄个淫妇啦淫妇就是讲。伫圣经内底，无论是旧约、伫新约、是启示录内底，拢咧讲着离开上帝诶人啦。就是讲，伫信仰顶悬无够忠心，圣经拢用即个角度咧去讲。圣经定定用人甲上帝关系是用婚姻诶关系，丈夫甲新妇诶关系即个就是讲你爱伫信仰顶悬来忠心，所以指上帝。百姓以色列人离开伫信仰顶悬离开无对上帝路咱最近伫第二devotion内底安尼讲到即个撒母耳开始要做士师的即个时期迄个时期若士师的时代，圣经互伊一个一个注解，迄个时阵的人是安那，拢照家己的意思去行啦迄个时代真乱真乱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时阵，所以上帝互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佮甲因的约柜摕走去大概是安那。明仔载devotion会讲着非利士人因为拄着破病，性命倒去，单要甲约柜摕倒转来的代志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一个无忠心伫上帝道路的人，对即个要行即个真道的道路是真正有困难啦伫遮你会当看讲雅各其实伊咧讲话足直接，而且佫讲甲足
真严格啦，吼，真严格。所以你来看，对第2章的14节、17节拢讲着，你若无信心的，信心若无行为，拢是安那死的，意思拢假啦，吼。所以伫这所在，伊嘛用真清楚的话，就是讲，恁遮的人是真正无够忠心啦。伊佫讲着讲，恁敢毋知影，甲即个世界吼做朋友的，就是甲上帝做对敌。啊，即个世界咧讲啥物话？其实世界伊毋是咧讲着，亲像咱活伫即个世界，毋是吼，是即伫圣经咧讲的世界世俗，是咧讲着甲撒旦有关系啊，吼。无属伫上帝吼，是属伫撒旦的权柄。所以讲，甲撒旦做朋友，就是甲上帝对敌。安尼，我想咱咧就清楚啊，吼，咱就清楚啊。耶稣咧问门徒讲：恁讲别人安怎讲我吼，还是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即个彼得甲告白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耶稣就学落伊讲吼。这毋是你讲的，是顶悬的启示你讲的，吼，这是属上帝。过来耶稣咧讲到伊过来要安怎行的时阵，彼得开始讲袂使袂使，耶稣就安怎甲讲，撒旦，你退我后壁，就是讲意思就是讲，你有顺着上帝，你就是甲上帝徛做伙。你若违背上帝的意思，你就是归属伫撒旦。所以伫遮雅各讲真清楚。你甲撒旦做朋友，就是甲上帝相对敌，吼，这个真清楚啊，吼。伫第5节的中间，伊咧讲到上帝的神啊，吼，上帝爱伫迄个内底，咱的内底吼，放伫迄个神伫迄内底吼。当然，即个内底咱咧讲即个神伫原文吼，有较歹了解，因为原文的意思拢是讲鬼魂，吼，灵魂的魂，吼。比如讲，耶稣行伫水面的时阵，即个门徒看到耶稣行水面，讲啦，鬼来啊！迄个字甲上帝的神，即个共一字哦，吼，共一字。所以咱来看迄前后文，伊到底是咧讲上帝的圣神，还是咧讲着迄种私欲的神？伫即个内底，基本上伫遮。两个方面拢咧提醒啦，吼，拢咧提醒。讲圣经讲上帝爱伊藏伫咱的内面的神，爱到极度的地步啦，吼，就是讲上帝的神伫咱的内底，上帝是饥饿的神，吼，伫创世纪就开始讲啊，出来记嘛是安尼讲，特别是伫咧讲迄个10条诫的颁布的时阵。恁袂当拜偶像，除了以外无有别个吼，所以迄个就是讲，伊是忌邪的神，迄个忌有迄个嫉妒的意思伫这个所在，意思讲，伫咱咧军队上帝的内底，咱的内面若有上帝的圣神，咱就无有法度去存在另外一个生命，吼，这是一个极度的意思。爱甲极度吼，是上帝的神咧讲的，但是爱甲极度吼。所以有诶圣经学家就是讲吼，上帝吼爱将伊诶家己吼诶神放伫咱诶内底吼，互咱袂会成做迄个无忠心诶淫乱诶，因为咱知影上帝是极度诶，伊无爱咱去拜其他诶神明吼，忌邪的上帝安尼吼。第6节咧讲到骄傲甲谦卑啦吼。伊讲上帝主动骄傲的人，赐恩予谦卑的人，这个是引用伫箴言第3章34节吼。彼得前书嘛有共款的讲法啦吼。彼得前书伫5章50的所在讲，恁少年的时着顺服，这个年长的，就是恁正人也着用谦卑来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予谦卑的人吼。这是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完全一模一样引用即句话吼，来劝勉教会的人着爱谦卑伫上帝的面头前啦吼。伫今仔日个经文第7节到第10节，即个中间来讲爱抵挡魔鬼，爱亲近上帝吼。即个第7节到第10节内底有7个要啦吼，7要吼，爱啥物货？爱顺服上帝吼。伫第7节顶拄开始的所在吼，着爱顺服上帝。
爱安那低等魔鬼，吼，爱低等魔鬼。过来就安那爱亲近上帝，吼，伊个重复哦，重复第70第1句所讲的。过来爱清起恁的手，清起恁的手，甲清起恁的心，其实字是无共款，但是伊的意思拢是共款。你对心内，吼，对雅各的角度来，咱来注意看吼。你讲你有相信，你着爱做会出来，爱有行为，所以手甲心其实咧拢会共款，就是你用性命，爱有清气的性命啦吼。过来第6个就讲着爱忧愁悲伤，爱低靠吼，伫上帝面头前，爱有即种的反悔的心啦吼，爱反悔的心甲咱的迄种迄个欢笑伫遮是较轻浮的迄种的欢笑，毋是讲正经的喜乐哦吼，嘿，就是讲你爱有即种，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所讲的，讲安那忧伤的人有福气啦，吼，嘿，有是咧讲即个意思啦，吼。后来，过来着爱安那伫主的面头前来自卑，吼，像拄则咱所讲的，讲上帝阻挡即个骄傲的人，赐恩互即个谦卑的人，吼。伊伫遮搁一届来强调，到伫第10遮，吼，伊遮讲，恁着爱伫主的面头前谦卑安那，伊着互恁来高升啦，吼，这拄则所咧讲的伊赐恩互即个谦卑的人，伫第60后壁，吼。所以着爱顺服，伫第70伊真清楚咧讲，对基督徒的要求，愿意顺服是一个愿意上帝面头前谦卑的一个基本态度，吼。所以安尼的人会通领受上帝恩典来抵挡魔鬼啦，吼。因为咱无才调抵挡魔鬼，咱需要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安那，咱用中文讲叫做拱手让位啦。你若无谦卑的时阵，上帝就无出手的机会，吼。所以来靠上帝来抵挡魔鬼，吼。特别在讲人着爱亲近上帝，吼，爱亲近上帝。伊讲恁着爱亲近上帝，因为亲近上帝，是咱基本上伫信仰顶悬的一个基础。咱拄则咧讲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你有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甲人的关系就比较较容易。无一定哦，吼，无一定，但是比较较容易吼。你若无有甲上帝死前的关系，就真困难有甲人好的关系，是讲这都无法度得救吼。当咱愿意亲近上帝的时阵，上帝嘛才有法度来甲咱相甲亲近啦吼。伫第80的后壁咧讲到三心两意啦吼，心怀恶意吼。咱用几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捌讲过，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吼，也是讲耶稣妈妈讲过，你袂当去拜上帝，去拜马门，吼，就是咱拄则所讲的这个第4节讲淫乱的人，意思是共款的，所以咱就应该拒绝甲这个撒旦做好朋友，就爱甲上帝徛伫同一个阵线顶悬，吼。第8节。爱有清气的心，咱拄仔讲爱有清气的心嘛，爱有清气的手。要爱有清气的手，就对心开始。所以心是一个信，手是一个行为，吼。所以伊搁一个强调，迄个信爱有行为，吼，爱信爱有行为。过来就是讲，咱若谦卑，上帝就要高升咱，吼。上帝高升咱，甲咱家己去到迄个位，一个是谦卑，一个是安那。骄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吼。过来11节甲12节咧讲到彼此批评的代志啦吼。彼此批评就是咧等于第3节咧讲的迄个喙齿的控制吼。伊即内底咧用的即个批评有伊真严格的意思吼。伫第11节到第12节内底有4个不，拄则7个要啦吼。即内底有4个不啦吼，4个卖吼。伊讲不要彼此批评吼，就是伫11节、12节伊讲真济啦吼。过来是这个4个不吼，一直到17节去啦吼。不要随己意行事，这是第13到15节吼。
莫用家己的意思。我拄则讲史书的时代，你来看迄个圣经学家安怎讲，迄个时代是圣经咧，甲咱讲，迄个时代人是对家己的意思咧行，无咧对上帝。吼，过来第16个，就是讲莫伤过宽口，吼，莫伤过骹口。第17节讲，你莫吼知安那做袂出来。17节咧讲的，所以第4章17节甲第2章的11节、12节、14节甲这个17节咧讲的意思是共款，信心得要有行为啦，吼，知行要合一，吼，知行要合一，吼。批评就是咧讲管喙齿管袂牢的一个证明啦，吼。一个人真爱批评，咱知影定讲吼，有一寡人就爱安尼讲话吼，我甲你讲哦，你袂当甲别人讲哦，迄个人安怎安怎，结果伊外头去遐别人讲共款的话，我甲你讲哦，你袂当甲别人讲，吼。批评论断的人，基本上这是一种的文化甲品质啦，吼，是讲伊的咱咧讲人格特质啦，吼。啊，这个咱着爱会通伫信仰内底管会牢咱的喙齿，哈，管会牢喙齿。耶稣基督嘛真济摆讲着，你毋通论断人啦，吼，无咱个会受到论断。伫原文的这个意思有迄个诽谤的意思，意思讲你伫后壁咧共批评的时阵，你就是咧共诽谤，吼，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啦，吼。所以基督徒若足爱伫人的后壁咧批评人咧讲人安怎的时阵吼，咱着真正爱细致啦，因为伫上帝面头前，这是真重的罪吼。12节伊咧讲着毋通批评，毋通审判，毋通共诽谤。伊伫这咧讲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这咧讲啥物啦？咧讲上帝甲基督的权柄，吼。基督伫迄个马太福音28章咧讲着，甲门徒伊伫遐显现的时阵，甲门徒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互我，有无？迄啥物权柄？迄个权柄就是亚当夏娃听蛇想要食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分别善恶是啥？讲较白话，就是审判的权啦，吼，就是审判的权。所以因才因为安尼去得罪上帝。有的人吼，我捌听人讲吼，啊，上帝吼足无心胸的啦，啊，迄个亚当夏娃要追求智慧吼，善恶果嘛，智慧之果吼，安尼也袂使。其实你若注意去看原文，看圣经创世纪。因是要伫遐来拥有审判权，安尼敢对？照我甲咱讲的，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就是上帝吼，只有一个人，这个上帝。甲创世纪11章咧讲巴别塔这群人共款嘛，因语言会通得起大楼，对无？讲咱来甲上帝安那彼此冤家咧，啊，这就甲亚当夏娃意思共款吼。当咱伫咧批评人的时阵，咱就夺取了上帝的荣耀，夺取了上帝的权柄。咱甲亚当夏娃共款，犯着原罪。吼，伫雅各伫遮伊讲啊真清楚吼。好，上落尾是这个13节到17节啦吼，就是咧讲着迄个有信心无行为，就是这种的罪啦吼。伫遮雅各讲真趣味的一个话吼，伊讲今仔日明仔载咱要去某一个城要伫遐住一冬，也是要做生意趁钱吼。咱计先拢足自由的，即摆现代人拢足追求自由嘛吼。14节伊讲一句话，即句话足趣味啦。伊讲其实明仔载恁根本毋知会安怎啦吼。我想咱拢唱过迄条，我不知明天将如何吼，咱拢真清楚吼。啊，这条歌的歌词就甲咱讲真清楚啊。明仔载要安怎？莫讲明仔载啦，后一秒要安怎？无人会知啦吼，无人会知。啊，你佮讲吼，你要安怎？当然，上帝毋是讲叫咱袂当计划，雅各毋是讲叫咱袂当计划，咱需要计划，但是咱佮伫计划中间，佮一个足重要的态度，就是爱谦卑顺服上帝的带领啦吼。所以不自量力的人才会讲吼，
我计划安怎？像最近咱台湾毋是咧讲着疫苗诶代志吗？吼，有足侪人就讲吼，我会当去摕着偌济剂啦，啊，佮偌安怎，吼，啊，上实际诶某一个董事长，摕到尾伊嘛是无法度啊，吼。咱足侪时阵拢毋知影家己几斤重安尼吼，咱足可惜啦吼。啊，这伫基督徒来讲，这个是一个真好诶提醒吼，一个真好诶提醒。咱对上帝治理爱足注意，不要毫不在意吼。咱虽然对明仔载有计划，比如讲，即马台湾诶疫情安尼，啊，将来嘛无人会想讲台湾即马会变甲安尼，所以真侪教会伫年度计划中间。照常定暑假的 VBS 啦，暑假活动拢计划好势啊！即马咧，即马着爱顺服啊，着爱照做啊，爱配合防疫啊。你袂当讲我硬要安尼做，你看华航的技师迄1年的，伊安那着病，啊无伊无着知影着病无？伊毋知，但是伊伫迄个爱自主管理的时阵走去清真寺。啊，若阵是一个基督徒的技师走去礼拜堂，啊，毋着是足无见证，敢毋是安尼？吼，所以咱伫真济的人生的中间，咱虽然有计划，但是咱爱学习顺服，爱谦卑啦。啊，无你啊看台湾最近敢若安尼死亡的人数偌济，遐个人嘛无想着讲伊安尼短时间就失去生命，拢无人会想着吼。我想今仔日的经文会当帮助咱伫apply 去咱即马的生活的中间，我想咱伫美国经历过去的即1年偌久的时间，咱嘛战战兢兢吼。啊，当看起来已经加足好势啊，但是因为咱有主预防针，但是咱嘛袂当伤过放吼。啊，这话对咱的提醒啦吼。所以雅各强调未来只有迄个假设性啦，若伊讲。若准上帝愿意，吼，若准上帝愿意，若准明仔载安怎？咱只有安尼假设性。若准上帝明仔载要祝福咱，要保守咱，像台湾伊嘛无想着讲，会安尼无落雨，用要2冬的时间，吼，差不多2冬的时间拢无风台，无落雨，迄真正无法度啊！但是无打算。着连续2礼拜落大雨来啊！若准上帝愿意，进前伫今年年初的时阵，大概3、4月啊，迄阵啊，有偌济宗教人士伫遐咧求雨呢？吼，着讲吼，阮当时求雨啊，着落雨啊，结果咧，吼，然后你若伤过有把握，伤过骄傲的时阵，你着颠倒会去得到见效了吼。若准上帝怜悯，会互咱落雨；若准上帝怜悯咱加州欠水嘛会受解决；若准明仔载上帝要引带咱前来行，咱就继续来行。所以，咱对明仔载的态度，就是讲，主若愿意，就必行，吼，就是安尼的态度啦，吼。啊，这是伫雅各伫遮所在咧提醒遮基督徒应该爱有的一个态度，吼。第16节咧讲到夸口啦，吼，讲到夸口，伊讲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吼，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什么人会骄傲？啊，用迄个耶稣受试探的时阵，撒旦安讲，你若规日拜我，才下骹拢你的，迄叫骄傲啦，吼，所以。夸口的，迄就是属于撒旦，就是迄出伫迄个歹的吼。咱若无够谦卑，无互上帝出手的机会，咱就无甲上帝有关系吼。过来就是讲17节，伊讲人若知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吼，知影爱去行好，无要行好，这就是迄个属于撒旦的，迄就是罪啦吼。讲圣经其实嘛有这种观念，就是讲不知者无罪。啊，你若知影真理的时阵，你却无要去行，这叫条故意得罪上帝，所以这就是罪。吼，这就是大概雅各今仔日的经文第4章遮所要甲
基督徒提醒的吼，当这是伊所面对教会这基督徒啊，因有真侪的问题。当然，上大的问题就是吼，讲伤济啦，做伤少啦。吼，大概基本上，咱若简单甲浓缩起来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因无够谦卑，敢若夸口，敢若烧骂，啊，无有好的信仰的实践。吼，好，安尼以上。我先甲 live 关起来。